最近是传出几件有关性骚扰的代志，有一个进前捌做过太阳花运动姓赖的发言人，伊伫人面前指控讲，去年去互迄当阵波兰驻台外交官李波性侵害，不过李波是随反击，伊讲这个查某人是为了要讲钱才家做乌的。另外，针对前驻菲律宾大使饲袂用性骚扰的这个案件，外交部回应讲，目前是已经甲伊死头路进行调查。担任太阳花学运发言人的姓赖女子伫面册发文指控，去年9月遭到当时担任波兰驻台办事处副处长李波性侵害，外交官家后也带囡仔来找伊，要求莫对媒体投诉，会毁掉囡仔一生。不过伊提告性侵害却是拄到再议被驳回。李波伫推特发文讲，伊无外交豁免权，案件经北检加大高检认定指控无成立，认为对方是为了250万和解金才提告。那同时也是一个关注性别平权还有公平正义的青年政治工作者，我在这里呼吁大家一起出来成为他的后盾。外交部尊重检方调查后的相关结果，鉴于我国与该国订有刑事司法合作协定，如果日后司法机关需执行后续跨国司法作为，外交部将积极协助配合。另外，前驻菲大使饲配用性骚扰案4月底已经遭到调部解职接受调查。外交部讲5月初要求自诉汇报，不过当事人有顾虑，也无申诉意愿。外交部强调会继续协助，并且严正来处理，主动行政调查，提高考绩会议数。利用行政院列做下会期优先法案的成并3法修法，国民党团会伫12日调研协商，会提起伫临时会处理。我们立法院难道是行政院的立法局吗？面对民众的回应，我们立法院本来面对民众的需求，我们立法院本来就应该优先处理。不用担心什么说下个会期就会没有共识啦。我觉得有共识的事情就会有共识。台湾掀起 MeToo 的世面，大师大这团部学界师生共同发起卖定密的联署，已经有将近300名团部系所的师生来响应。声明呼吁性平无应该论做考核，应该用入教育面、工作场所方面、甲法规面的重要价值。记者综合报道。